祝龙众兄弟姊妹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聖經講喺呢個詩篇34:18節，咁樣講到，係講呢義人寫上帝、求上帝，上帝要聽嘅。人班人係冇義人啊，義人啊，就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嘅救主，即係屬於義人。但係呢，因為即係相信耶穌基督嘅人啊，即係嘅罪惡，即係嘅糾結，攏總本耶穌。擔喺在十字架嘅，佢就係屬於一個義人，所以一個係做義人。義人在一個不適當中之時，一個痛苦當中之時，一個世界，一個禱告家己，叫聽一個禱告，要個同在，要帶一個嚟過了不適的路，要帶一個嚟過了痛苦嘅路，帶一個得到嘅順順嘅路。得勝嘅路，詩篇記34:19節，咁樣講出家啲上帝安全隔出家攏眾人，有灰心嘅人，有痛心嘅人，上帝安全家己，當出家求佢，當出家依靠佢，佢安全家出家，佢救出家，因為到上帝去救攏眾人。要灰心，要痛心，要憤怒過頭，要不適過頭，攏總上帝會叫你，係講你要謙卑嚟求上帝，要禱告給上帝。但係即刻做義人啦，義人嘅信任上帝啦，耶穌基督啦，係即刻救主啦，係個上帝啦，即刻做義人，義人亦寫嘅，佢聽即刻嘅禱告，佢個同在。在社會裏黑度，一天要順利嘅路，要平安嘅路，要快樂嘅路，要喜樂嘅路，好行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